原来看英国的政治消息，英国保守党伫咧大选输甲下下，党主席苏纳克请辞负责。即阵这新的党主席嘛已经选出来啊，是44岁前商业贸易大臣巴登诺克当选，是这英国大政党当中头一个非裔女党主席。 Anyway, the result was Kemi Badenoch, 53,806 votes. 在委员会宣布之下，英国保守党的新党魁正式选出来了。由44岁前商业及贸易大臣的女性候选人巴登诺克，拍败42岁前大房移民事务大臣的詹妮克当选党魁，伊嘛是英国主要政党的头一名非裔女性党魁。And isn't it great that we're the first great party, the first party to have a black leader of the party? It is the most enormous honour to be elected to this role, to lead the party that I love, the party that has given me so much. I hope that I will be able to repay that debt. 英国保守党因为伫7月大选输予工党，原本党魁苏纳克请辞负责，了后保守党就展开新党魁选战。巴登诺克伫几个月激战之下，伫初二最后一届投票，摕到57%的党员选票，这做过去8年半以来第6个上台的保守党领袖。 伫非洲奈及利亚出世大汉的伊，早年是伫资讯业界工作，而且伫工作的时阵进入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读法律。2017年，伊进入政治界，叫做英国下议院的议员。过去主张支持英国脱离欧盟，而且前后伫特拉斯苏纳克做首相的期间入国。 伊当选保守党党魁了后表示，保守党一度为左翼立场之前为中间派挖起，所以必须要回去到党内传统理念，而且承诺会带领保守党革新。如果巴登诺克会支持索小政府，而且领导保守党偏向右翼的路线。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。